在个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新闻幕后嘅单节，带下来关注嘅系将结束嘅水电嘅睇线哦。你左右派看起来其实系差唔多嘅，韩国东方有一个发展到真正嘅民主党，一个基主派嘅政党，会为未来嘅水电政坛带来乜嘅种嘅影响咯？今日请到嘅专家系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嘅教授蒋福聪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瑞典的大选哦，它其实现在的情势很诡谲啦，就是包括说这个本来这个中间偏左的这个社民党，它的长期执政的政党，这一次它获得了它这个100年来最低的得票率，然后呢，这个偏右的这个联温和党呢，它基本上它的得票也下降也不高，但是中间多了一个民主党。老师，你看一下这个样的局势哈，未来会为这个瑞典未来政坛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说，右派的崛起啊，不只是在瑞典，在其他欧洲国家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在过去1-2年，我们看到所有的欧洲国家的选举，在荷兰、在德国、在法国、在奥地利、匈牙利这些国家都出现很强势的极右政党啊。是，所以这次我们观察到说，在瑞典也因为难民问题也烘托了这个极右派政权的一个角色。那如果说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瑞典的这一次大选有所谓的8强争霸，是哦，那在中间偏左的啊，就是社民党左翼党，还有所谓的一个叫做绿党。那中间偏右有时候温和党、中央党，还有基民党，还有人民党。哦，那在第3组就是所谓的这个瑞典民主党。那这8强里面，其实又把它切割成三个组合。是哦，有所谓的中间偏左联盟，由社民党、绿党跟左翼党组成。那中间偏右由4个党组成。哦，由温和党领导，中央党、基民党以及自由人民党。那第三一个独立的组合就是这个瑞典民主党，极右派这个民主党。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情形把它切成3块来看，我想我们去了解这一次的瑞典大选的发展以及未来的阻隔方向就更加清楚。是在传统上，这8大政党会组成所谓的中间偏左联盟，以社民党为主；中间偏右联盟以温和党为主，那对抗所谓的极右的这个瑞典民主党。是，所以中间偏左的跟中间偏右的这2个联盟党，他们在选举之前都宣布说，绝对不跟极右的这个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来组成内阁。是哦，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后续观察的。那他现在在这次的选举，他的得票率增加了5%左右。这个民主党增加5%吗？对，瑞典民主党在极右的民主党，它增加了这么多，那它席位从本来的49变成62，增加了13席。所以未来在它的国会里面，它的话语权、它的一些操控空间是会越来越大。所以在阻隔未来的政府，不管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去组成政府，那都要面对这个极右的瑞典民主党的一个压力。老师，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不管是中间偏左或是中间偏右，中间偏左现在加起来，我们看一下，大概有144席左右；中间偏右大概是142或143，1到2席的差距。那这样子等于他们要过半的话，至少也要175席，其实离这个目标还是有一点距离哦。老师，那像这样子，未来对于这个瑞典在他们阻隔上面来讲，会不会碰到所谓的悬置国会或者所谓的僵局国会，没办法组成一个过半政府的情况？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后续观察的一个重点了。那在民主国家里面，所有的政府都尽量避免少数联合政府出现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去年9月24号德国大选之后，梅克第4次连任了，但是他一直面临所谓的要跟这个 SPD 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还是要选择独立的一个少数联合政府的一个模式的时候，他是非常排斥这种少数联合政府，因为少数联合政府有一个窘境，就是说所有的公共政策你执政党提出来之后，你都必须要拜托在野党来支持才能够过关，没错。所以说这是很辛苦的。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瑞典政治的发展啊，我们却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瑞典人好像蛮喜欢少数联合政府的。我举个例子，在过去20-30年的一个国会大选之后呢，从2002、06、10到14，这4届来看，这4届的大选之后，有3次瑞典都组成少数联合政府。是。那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少数联合政府都能够顺利的做满4年，没有任何一届的少数联合政府提前被其他在野党逼下来，还说以不信任投票把它解散下台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政治学上来观察的话，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是不是瑞典的一个所谓的少数联合政府一个特质啊？因为这在台湾好像很难想象，就是说，当我是一个少数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稳定的执政，而且我们看到欧洲很多国家，当是一个少数联合政府的时候，通常它的整个政局都是不太稳定的。但是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温和党似乎也有诉求要政党轮替，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10天过后，就是他们开议期会发动这个不信任案？那我想说，选举之后的话，所有的政党都有兴趣主张说我要阻隔啦。况且这次温和党他本身的得票率并不高，他才得到70席而已。社民党是101席，所以从这个数字来看的话，2个党来较劲的话，温和党是没有资格去提说我要阻隔的。但是我刚才解释的就是说，他所谓以温和党为主的中间偏右联盟，它加起来是143席，话语权更大。中间偏左的1个席位而已，所以说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提出这种挑战现任的这个首相 Löfven， 说你下来换我做做看。那我想 Löfven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想继续再连任。所以说照宪法的一个规定的话，最高选票的政党它是有阻隔权，所以 Löfven 不松口不想下台的话，那温和党是没有机会去阻隔的。可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民主党似乎也要找这个偏右政党来做合作，但他们似乎偏右政党又拒绝了民主党。我是蛮好奇说，万一由民主党提出这个不信任案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成案？那就是说我刚才从刚才的解释，过去的3届的一个少数联合政府啊，那反映出说瑞典人、瑞典选民、瑞典政治人物，他是非常理性的。那第二个，在他们所提出的公共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在 focus 在经济发展，或者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那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改善，都是执政党跟在野党、社民党跟温和党的共同的一个主要政见。所以2个有这么大的一个交集的情况之下，提出这些少数政府提出这些政策，受到支持的程度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说，瑞典的少数联合政府，它本来是席位不过半，推行这些政策都能够被在野党接受的原因。所以你刚才提的这个议题啊，民主党它当然是会随时都要找机会来挑战执政党，把它拉下来。那或者是说在国会里面利用各种很尖锐的、很极右的一些议题。比如说现在反移民、打移民这些政策，来挑战这些执政党。但是我认为他现在17%，那62席的一个比重，在国会349席里面，他才占不到这个2成哦。那他要发动这种不信任案，直接挑战执政的机会，可能性是比较低一点。老师，我是蛮好奇的，因为其实现在左右都不太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都已经在选前都已经宣称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跟他合作。是不是他们对这种带有所谓的白人主义、新纳粹主义政党会有戒心？即便这个民主党已经宣称自己有转型了。那这个是所谓的白人主义，或者是说新纳粹啊。那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温和党或社民党都把这个帽子扣在这个瑞典民主党头上了。那瑞典民主党其实他的党魁 Oxen， 他在选举的时候曾经花了非常大的力道
非常多的时间去解释他这个党的特色已经不能够跟新纳粹或是白人主义画上等号，是因为他的在竞选这个政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今天反难民政策不是反对就是瑞典人去照顾这些难民哦，是他也是主张应该用人道的方式，如果是合法的难民进来之后，也应该用合法的一些照顾办法来照顾这些难民。是，他所反的是今天的话，因为突然的从2015年16万个人难民进来瑞典，那16年有28000人，17年有26000人，加起来这3年大概有22万人进入这个瑞典。是，那20万人在它的人口占比是欧洲国家是最高的哦，它是，也就是说100万人里面有22000人难民，那这个是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瑞典人他觉得说这是压力很大。那瑞典民主党人认为说这个现象已经破坏了我们瑞典人所谓的 Fika 文化，已经破坏了他们所谓的社会福利制度、生活价值、以及一些生活一些他们慢活的哲学啊，已经受到破坏了啊。比如说所谓的 Fika 文化 ，Fika 文化就是 FIKA 哦 ，Fika 文化，瑞典人常常讲说我们现在有时间来 Fika 一下。所谓 Fika 文化就是说喝杯咖啡，然后小小休息一下。那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瑞典的慢活哲学。那现在这么多的难民进来了，那破坏他们原先可以悠哉的在街道旁边的小咖啡座，在那边悠闲的喝咖啡的气氛，旁边有人在唱的这个他们听不懂的穆斯林的歌，或者在做祷告。或者是在那边乞讨，那完全破坏这种 Fika 的一个气氛，所以瑞典人他觉得说这种瑞典的价值 Fika 文化受到破坏，他们是觉得非常严重的。那所以说，瑞典民主党人认为说，现在的话应该先把这个难民数量把它控制下来，边境要恢复管制，数量要让它减少。那等这些进来合法的难民处理完之后，再来讨论下一波的难民接收政策。所以说他并不是说，决然他是反这个人的难民，他不是主张白种人优越的，他不是种族主义的。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必须在这边再做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好，谢老师。要是今比上半场来讨论哦，下半场其实有来关注，让难民问题为瑞典带来内调条件，也可以下现在关注。非常关注再过转到讨论的现场。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想你上半场你刚刚有提到这个瑞典的生活的方式，这个 Fika， 他们等于他生活价值也被这个难民问题给打乱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说，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似乎比起经济问题，瑞典人可能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社会福利问题，是不是这样子？是没有错。那通常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说，不管是欧洲还是我们国内的选举了，经济的好坏通常是选民很重要的一个选项，甚至是优先的选项。如果说你执政党把经济搞差的话，通常是你连任的机会是没有的。但是在瑞典，我们观察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说在这个勒芬首相过去的4年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是它都维持在3到4%的一个经济成长率。所以这个是有很多专家在纳闷的一点，说经济这么好，那社会福利一些制度也保障周全，那为什么它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说这个是大家很不解的。那当然是从这个一个结果来看的话，难民还是主导了这一次选民的一个意向啊。是。那难民这个东西，不仅对刚才我所讲的他们的慢活哲学 Fika 文化造成挑战，对社会福利制度，他们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也造成非常
大的一个挑战。怎么说？那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这一套观念啊，其实是发基于德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就在德国发展出所谓的要将社会主义的强调所谓的阶级意识的去除要人人平等，要社会公益，跟这个资本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竞争相结合的一套制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制度。那这套制度在德国发展之后，却是在北欧发扬光大。那北欧5国里面都是所谓的高社会福利国家。那高社会福利国家里面推展当中，5国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说，瑞典又是它的重中之重，最主要的是这套制度的一个代表者。这怎么说？是从人口跟这个土地的结构来看的话，瑞典都是北欧5国之最。对，人口它有1000万，在丹麦有570万，芬兰550万，它的隔壁邻居挪威有530万，那冰岛33万人，所以它是人口基数最大的。那推展这套福利制度是最明显、最成功的一个国家。是，那这次难民进来之后，对他们的一个社会福利产生恶化的现象。那这个恶化的现象是人民心理反映出来的。是其实，在过去，瑞典人民也一直在检讨，譬如说他们的医疗制度，要看个病要排队2、3个礼拜，甚至1、2个月。如果说你要动一些大手术，你可能要排上4个月、半年的时间。那现在难民进来之后，让他排队的时间又拉长，因为人变多了，甚至他们对看病的一些医疗费用，难民呢只要付5欧、10欧的欧元就可以去看病了。那瑞典人必须要付个90还是100欧，所以瑞典人觉得说，我们国人享受的福利竟然是比难民还差，是被差别对待的感觉，差别对待变成2等公民的一个感觉了。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说，在这次难民为什么能够很顺利的被瑞典民主党这个极右的这个民粹政党拿来操作，然后胜利的为他的一个选票加分的一个现象。是，老师，我们还看到说，其实除了这个难民带来的可能稀释掉他们的福利之外，似乎瑞典对这个难民的照顾，其实也是真的是无微不至，对不对？当然，瑞典它是自己号称它是一个人道大国了。对于一开始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当德国总理梅克高举这个欢迎政策的时候，这个瑞典首相勒芬也是呼应他的欢迎政策。所以说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才一下子进来了16万人。那但是后来他就觉得说这个压力太大了，又要给他零用钱，又要给他医疗费，小孩要让他安排去上学。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幼龄的孩童，你又要安排这育幼院来照顾他们小孩，所以这个支出是非常庞大的，甚至还要给他们安家费，对不对？对。那现在的话，在最近的话，就是因为民主党的一个压力，所以他慢慢的社民党勒芬这个首相也开始比较采取偏右的、严格的一个难民政策。是。那希望说这些难民，他如果说觉得说，他的庇护申请可能不会过关，是，那就不要再自由在瑞典。赶快回到他的母国，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等。那回去要把他们送回去，除了送他们1张单程的机票之外，还给他们安家费。是，那这个安家费的补助是希望说这些难民回到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他们的母国之后，能够利用这一笔钱，能够去找房子，或者是说去能够在一开始的几个月之内，能够有一些吃的。一些开销的一个来源，那这个安家费的金额，瑞典又是欧洲国家最高，是，他一个人每一个人给他3050欧元，是，换算台币的话，大概11万台币，一个人可以拿11万台币回到瑞典、阿富汗，这回去是对他们来讲是一大笔钱，是很好过的。那比起说，比如说德国跟奥地利都是很富有吧，那这2个国家。给他1000欧元，那法国也经济也是很不错，也是欧盟大国，也是欧盟大国嘛，他给650块欧元而已，所以是瑞典的大概瑞典的不到它的一个5分之1左右而已。那葡萄牙他给50块，
是欧元，那捷克呢，甚至不给钱，是你回去你就自己回去自己想办法。所以瑞典给这么多钱的话，也让瑞典人觉得很吃惠嘛。啊，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都需要钱的时候，你竟然把这些钱大笔的给难民去用了啊，所以说他们是觉得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必须要检讨，是不是也造成现在的现在执政党的处境有点左右为难哦，左右不是人啊？是，那当然是今天他强调的一个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政党的话，那今天的话当然是要他实行他100年来的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那今天又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难民的财政负担，又遇到这个瑞典民主党政治上面的一个挑战，所以逼得他政策他必须要修正，慢慢的偏右哦，是减少这难民一些福利，那一些这个庇护的办法，以前是从宽，现在要从严。那向左呢？向左的温和党，这个温和党这个向右。温和党里面，他又来势汹汹，他认为说你这些政策的话，确实是造成国内的一些福利上的问题。那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社会治安的问题。是，社会治安问题让瑞典人相当有感，也把这个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挂在这个难民头上，等于是这两个问题把它挂钩了，挂钩在一起啊。这个社会治安特别是这帮派暴力这个问题啊。那这边帮派所谓的帮派暴力，不是说瑞典当地的这些角头帮派，而是外来的这些叙利亚难民、伊拉克难民、阿富汗难民、非洲来的难民，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一个难民生活，他在难民的居住区域或者难民营里面，他们都相互在争地盘，是所以这些帮派暴力就慢慢的扩移到他们的社会上面，在他们的第一大城哥本哈根、哥德堡以及第3大城马尔默这3个大城，好像连环爆一样轮流发生这种暴力攻击，那让瑞典人觉得说他们生活已经不再像以前这么祥和，而且从一个数字也更加肯定说这个社会治安恶化问题确实是执政党的一个必须要注重的问题。在1990年代。一个年度的社会治安事件大概有6件左右，那去年的统计有43件，等于成长了7、8倍这么多。是这么多的一个比例，当然是让瑞典民众有感。所以因为难民所造成的这些财政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是未来任何一个瑞典执政党都必须要严重面对的一个课题。是碰到这个难民的问题之后，像是这种人道大国的金字招牌，可能都要生锈或是要变质了。老师你怎么看？对，这是很好的一个议题啊。难民这个议题并不只是对瑞典造成挑战，对其他的欧洲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挑战，甚至对欧盟整体它的组织运作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如果说未来欧洲联盟没有办法透过它的一个高峰会，它一个集体的力量来有效解决进入欧洲的难民问题的话，那这个难民问题绝对会继续在发酵那德国接下来的一些这个黑森邦的选举，我们看到还是围绕着这个难民问题在走。是，那这个问题是欧洲的问题，而不是单一的瑞典问题，那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所以，我们看欧盟在这个礼拜好像也有一些措施，包括增加它的那个边防、海防的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像跟之前欧盟一贯推行的政策似乎有点冲突。老师，增加这个边防的这个边境警察做海巡人力，那这个是一直他们在做的事情的。那这次幅度稍微大一点，要增加1、2万人。那但是1、2万人，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它的边境是这么的长。从芬兰延伸到这个黑海的这个保加利亚，再延伸到葡萄牙，好几千公里这个4、5千公里长的这个边境，1、2万人撒下去是看不到的。是所以说人数上面还是不足。第二个，欧洲联盟的动作还是太慢，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欧洲联盟必须循着他们的一个投票机制、民主机制里面去讨论、表决。那民主国家这些主权国家里面，28国的主权国家
所遇到的这些难民问题严重性不一。是比较稍微弱的国家，它当然是支持，说我们在那里做，慢慢做是可以的。对，比较第一线的，比如说希腊、意大利跟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是觉得太慢了，非常急迫，所以步调上面的话，在欧洲联盟的层面，它是步调不一。那步调不一，如何去协调，那就是要看欧洲联盟接下来